既是考验，那我便先从这兵器房做起。你真的要去打扫啊？本君今日见你，是想把话和你说明白。你对后池的心思，本君很清楚。但你们的婚事，本君不同意。父神，后池，你先别着急。父神怎么会如此？你也多为神君想想，你跟神君一别数万年，现如今团聚，青木又上门来求娶，试问哪个父亲会舍得自己的女儿呢？是啊，后池，我还有机会。今天是我太急了，没有顾虑到你父神的感受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不会放弃。我让他终有一日可以承认我，让他相信我可以照顾好你。你先多缓几天，我觉得神君此番作为，是在考验姑爷呢。考验？嗯。我想了这一晚上，我都没有想出什么办法来。后池，你父神有没有特别喜欢的东西？除了宝贝女儿，神君最在意的就是她的兵器房了。我问过长雀，他瞧着这些年神君不在，便偷了些懒，没有打扫。好，既是考验，那我便先从这兵器房做起。你真的要去打扫啊？越是什么都不缺的人，越需要真心。后池，你放心，我会让神君看到我的诚心，让他放心把你交给我的。怎么了？没事。我去了。嗯，去吧，去吧，去了啊。去吧。见过神君。神君。